呢，今日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这个阮主日吼，拄好是我来遵行教会满1年，今日拄好1年啊！亲像阮的圣歌队所唱吼，讲一切拢是上帝所安排。你嘛有这个体会着无？所以佳慧老师在编这条歌，真好，唱得足好听呀吼。啊，我感觉这真正是上帝的心意啊吼。啊，我通知我的好朋友讲，哇，我要就任啊吼。我的朋友讲，我请你来参加吼。伊甲我讲，哦，啊，恁教会那试用期较长啊，几年的啦，这么多咧就任吼，实在无简单吼。你讲这是安怎久哈？我讲哇，解说到互你听，我喙齿会拍开。啊，所以吼，我讲我心内咧想讲，好你啊加在1年尔啦，啊若搁2、3年吼，迄可能我会记载袂牢吼。啊，我常常拢拄着人就问我讲，啊，你是安怎要转来台湾啊？吼，是毋是台湾健保足好诶？吼，你要用阮的健保啊？吼，啊无就是台湾的牧师待遇足好诶？吼，你要来抢阮的待遇吼？啊是你伫美国混不下去啊？这个较亲的朋友才安尼问啊，是要走路去哦？吼，我讲吼，我吼，甲转来台湾服侍即个代志吼。一直藏伫我的心内，在祈祷啦吼。啊，我祈祷讲，主啊，你替我开路吼。啊，若红海若开吼，我就行；啊，若无开，我就等吼。啊，感谢主吼。啊，我红海开啊吼，我会当真勇敢来面对，来行主的道路吼。啊，我要宣布我要转来台湾进前吼。啊，有足侪人。我离开吼，拢甲我恐吓啊！甲我讲吼，你若倒去台湾吼，迄个你后去中会甲中会吼，甲你累死啊！啊，台湾的教会兄弟姊妹吼，吼拢足厉害啊！吼，你倒去你就害啊！吼，我好你啊家在拢无发生。感谢主，阿罗主，哈利路亚吼，这是主大大的恩典吼，我知影讲吼，我甲我恐吓的拢无一项代志发生啦吼。啊，是安怎要转来台湾呢？我小小解释一下吼。第一项就是我伫美国无回22年啊吼。啊，我咧心内咧想讲吼，我若无转来吼，我着准备要退休啊啦。搁剩10年啊，真诶，搁剩10年你要退休啊吼。啊，毋过我心内拢有一个声音吼，就是叫做 incomplete mission 啦，啊未完成诶使命。无花遐久啊，阁还未完成，我到底是咧完成啥吼？啊，我就感觉讲，我需要转来台湾，也是讲我的功课还未做了，我要继续做我的功课吼。这第一项，我讲有一个声音伫我的心内还未完成吼。啊，第二项吼，我离开故乡35年啊吼，足少年故乡的人事，甲所有一切过去所发生遐个好的、美好的这个代志吼。啊，过去是人伫异乡，少年故乡，吼。啊，即摆是人伫故乡，亲像异乡，吼，因为离开太久啊，吼，真清楚啊，吼。啊，所以即摆我是人伫故乡，犹原少年故乡，吼。原来我的故乡是我过去的青春啦，吼。啊，我是后来我有一个体会，就是讲吼，原来所有一切人的故乡。拢伫上帝的国度啊，是毋是？吼，咱有一天咱会转去咱真正的故乡，这些拢暂时的啦，真诶呢是暂时的呢。吼，啊，过来吼，自 COVID 了吼，咱搁进入 AI 的时代吼，即个世界在大变化的时刻吼，我吼期待当加入台湾新一波的教会宣教的即个新健康安尼啦吼，所以这是3个我欢喜要转来台湾的即个原因吼。啊，我特别吼要感谢遵行教会的同工、长老、执事、兄弟姊妹吼，因为恁的疼心甲温暖，吼，啊，恁欢喜加行一里路，恁有加行不若一里啦，不若里的吼。吼，互我会当甲我的家庭顺利转来台湾服侍吼，这对阮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吼。
啊，你嘛真耐心啦，我知影你做耐心的，做真耐啊吼，啊，学习甲我建立关系吼。好利啊加在有1年的试用期吼，互我会当更较确认吼，主是信实的啦。啊，这嘛是我欢喜服侍的教会，吼，互我感觉真阿免，真欢喜，哈利路亚。希望咱未来吼，较无真理的心愈来愈增加，吼，啊欢喜做伙读圣经祈祷，吼，啊做伙服侍主的真道。做伙行天路，吼，啊，做伙啉咖啡，享受主的恩典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我先讲哦吼，迄个我阁有足侪缺点的，有时阵散，啊有时阵中文歹啊，啊错字一大堆啊，哦，迄博成老师的名就甲写唔对，我叫点安尼，所以吼，请多多包容，吼，啊。希望咱会当继续尽忠，伫上帝的道理顶面来显明吼。啊，你若真正有需要代祷，我欢喜真诚啊，伫你需要时阵来替伊祈祷吼。啊，今仔日的誓约是教会甲牧师伫上帝的面头前，咱伫上帝面头前誓约哦，咱来真看重即项代志吼。所以特别要求阮的兄弟姊妹吼，拢坐伫同一区，啊，愈坐头前愈好。吼，啊，各位来宾是做见证的，恁是阮的见证人吼。阮的誓约是真的哦，毋是假的，毋是凊彩讲讲的吼。所以拄则吼，这里长咧问的时阵吼，你有欢喜要做准贤教会啥？牧师吼，我讲有，我有。头前我拢毋知伊咧念啥，我知啦，后尾吼，足重的，我听到你要困去，啊，才敢若听你哦，我袂。所以感谢主，阿拉主，哈利路亚吼！啊，未来嘛有真侪挑战，我嘛相信吼，主要加添咱有够个的气力甲智慧，啊，伫每一项代志顶面拢会帮助咱。啊，我特别吼，嘛要感谢我的母会万甲教会吼，啊，伫我信仰过程中大的吼，真疼惜我啦。吼，我永远拢是万甲教会的 baby， 你知无？我一日看来我哇，中到 baby， 吼，拢甲吼怀疑。啊，因为恁信仰的养持，互我长大吼，我实在12万分的感谢，啊嘛感谢今仔日的来宾，啊我的亲人吼，啊伫即个所在来做伙来参加庆祝，我实在满心大欢喜啦吼，差点仔唱圣诗。好，感谢。